閉上眼睛，深呼吸3下，觀想喺頭頂上方6寸出現一個逆時針轉的金色漩渦，呢個漩渦中間出現一點白光，呢點白光開始喺你個頭頂慢慢咁下降，你個頂輪慢慢打開，迎接呢道白光。呢道白光填滿你每一個細胞、每一個器官、每一個部分，慢慢填滿你個頂輪、眉心輪、喉輪、心輪，再落啲胃輪、臍輪、底輪、大腿、小腿、雙腳，白光開始慢慢向你嘅身體以外擴張，並且形成一個直徑大約3米嘅白色光球。你嘅身體細胞開始融入呢個白光球中，與呢個白光球融為一體，開始同高我連結。如果你有任何問題，希望問你嘅高我，你可以喺呢個時候發問，然後留意腦海裡面出現嘅念頭、畫面、聲音或者身體反應，呢啲都係高我回應我哋嘅唔同方法。如果冇任何問題，咁就單純感受高我嘅臨在。當你感覺跟高我嘅連結夠深厚，就可以慢慢將意識嘅焦點重新放喺你嘅物質身體上，感受你個身體嘅頭部、面部、頸、肩膀、手、雙腳，喐下啲手指腳趾。深呼吸，然後將自己帶返嚟當下，再深呼吸3次，吸、呼、吸、呼、吸、呼，好。慢慢張開眼睛。